今日係2025年11月26日，而家報道大埔廣福村棚架大火，沖天大火，哇！你睇下火非常犀利，哇！廣福村啊，火頭燒得好犀利啊！哇！現場係一個維修緊嘅廣福村棚架火燭，火勢範圍非常之廣，哇！啲棚冧啊！濃煙，哇！而家好似沖天大火災咁，哇！你睇下而家，哇！只係得一條行線開緊，哇！你睇周圍都係火，火勢猛烈啊！哇！點解周圍都着咗火嘅？點解火頭咁多嘅？咩問題？哇！你應該係要派好多消防車過去先得啊！真係，哇！哇！相當嚴重啊！火勢要派好多消防車啊！哇！嗰度燒得犀利啊！我睇有排燒。點解得一條喉㗎？咁咪係咯。你睇下，哇！嗰啲居民啊，真係呢次真係天災人禍，本來做維修，維修都未做到，搞到咁樣，點解咩問題嗰啲？維修嗰啲網啊，捉下咁容易着火，點解唔改善？究竟話政府一定要徹查，然後呢啲維修咧，一定係要嚴格監管。啊，係啊，嗰啲火，周圍都係，點解火頭有咁多？好多個單位都燒着添啊！火勢範圍咁大，究竟係咩原因？周圍都係火，應該十分嚴重。而家報道係咁多先。